阿美族的古调，是老人在传唱的歌。这首歌是，它的歌名叫做《日出东方》，它是在讲早期，早期我们男生要去当兵的时候，因为都要去南洋打仗，所以可能每次出去都回不来，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族人啊，他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好好的照顾身体，不要太想我。对，好，献给各位。那接下来带来这一首图腾乐团的《我在那边唱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